个是柚子果酱，一直放，然后放了很久，然后就过期了。抹茶酱一次买了3、4瓶，可是因为我们吃不完这么多，所以就有一些是没开过就过期了。这个食物啊，它背后啊有那么多的人帮你做出这个食物以后才送到你的手中，你不可以随便轻易的浪费。大家好，我是小珍珠。太搞好，我是 JJ。太港后，我是巧克力。大家好，我是杨幂可以分享时光2礼拜的。C.O.A. 史坎普。哟，2礼拜大家有带电路哦，哎呦，好爱喝哦。对呀。要做点什么？如果你敢吃的话，你可以吃吃看。那个意思？因为这些都是过期的。啊？那你们的呢？我的过期3个月，我的也过期10个月了。哟，原来2礼拜是有史坎普爱出大家来关心的，什么东西？大送礼！一件事情不接受啲眼福卡發什麼？我怎麼了嘞？我被累。啊，妹愛，呢個東西過期了。唔應該認為，唔得睇到食物就一時時咧。總見差一時時嘞啊！嘅研究來看統計數據，現在營業的量就好。台灣營業得睇到食物總業90公分按個位處理好，做得對出物價唔低毛。係60湊嘅台北1人1。哇，足以1人1。再過來係共同1年來算，台灣所有嘅家庭得睇到處理1年有180噸暗蟲，拿嚟裝片刀，做得裝出41盒。啊，全把一生你們送的。送睇嘅食物有暗刀，唔過台灣上有2000人嘅生意呢，韓國5000人嘅結業係有一寸冇一寸。唔會知道也係當奇怪嘅事情麼？其實不浪費食物的唔單止台灣，聯合國統計，全世界竟然3股就有1股嘅食物係出價本年等於垃圾桶，也係全世界都啲嘅推廣反生食源桶。今日研究家喺度討論一個問題，做定樣嘅結果呢？同學唔知麼？無食睇嘅食物得到處理通過後都送到哪去嘅？一下研究天天社會姐姐，同下留意聽音，用野當模式的食物再夠利用。现在小记者位于基隆某社区，我们来看看厨余桶里有什么吧。哦，好恶心哦！看了就感觉，那不用闻也知道，应该就很想吐了吧。我是 JJ， 刚刚跟着厨余回收车来到了厨余转运站。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们都在里面做些什么吧。请问一下，这些厨余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厨余桶的话，原则上是从我们那个，清洁队的车子后面，装着然后拉过来的。还有就是说，方形的这部分是一个定点回收，再就是社区的定点跟学校的一些定点回收这样。这些桶子长得几乎都一样啊，那这些要怎么分辨？以我们的经验的话，我们可以从里面的厨余大概可以分辨出来。比方说，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从那个车子后面每天去载出来的，好，然后再来这里，这边的话，这是从学校部分的话，从学校载过来的。你看，像这一看就知道是学校营养午餐，剩下载过来的。都一样，从社区载过来，你看它里面它有吐司，啊，其他方面你看它有那个豆渣啦什么之类都有。那原则上我们这边厨余转运站这边所来的东西，都是因为从基隆市这边四面八方把它载运过来，再从我们这边再转运站，我们再整个再把它装成200公升的，然后200公升的由养猪户那边来载过去，他们养猪那边去处理。真的，那个每个打开的时候，那个酸臭味真的是重到不能再重，那个味道会让人想要吐的那种感觉，就是很不舒服。在我身边这位是基隆市环保局清洁队潘队长，请问潘队长，你有没有想过厨余可以变什么？
厨余一定就是厨余吗？就像有人说的，垃圾也可以变成黄金啊。是的，谢谢 JJ 哈。其实厨余讲起来很简单的说哈，就是每天我们吃过的那些剩饭剩菜啊，我们不要的这些东西，但是它不完全是垃圾。我们对我们自己周遭的生活环境啊，还有食物，我们还是要珍惜。那如果我们人类吃的食物都没有剩菜剩饭的话，那猪它们要吃什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其实我们要猪只哈，不见得全部的猪它就是一定要吃厨余。我们有很多猪是在吃饲料。没有什么想要建议那些丢厨余的人？其实我们所想到的就是说，这些剩饭剩菜其实也原来都是食物了哈。那所以说我们就很简单的建议一句话，就是说，吃多少用多少，也不要过量啊，避免它这个厨余会产生过多。来，我们刚才看到 JJ 很辛苦到这个算是我们剩食的回收厂去，然后采访了这么多大哥们。那除了很臭，然后你觉得想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采访的心得？现在就是会觉得说，食物不要再浪费了，就是说。你原本有在浪费食物吗？你有意识到这件事吗？因为有时候会，因为有时候那个便当很多，就是吃一些，然后就不吃了。这个是消费者加护阶段食物浪费的4个主要原因。第一是送礼文化，第二是以为可以放很久，第三是想吃没吃完，第四是一次买太多。然后像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啊，就是爸爸的客户可能会送月饼，然后朋友也会送月饼，妈妈的客户也会送月饼，总之就是一大堆人都会送月饼。但是呢，这么多盒月饼在家里，我们也吃不完。你们自称一下，2位。你们属于哪一类？我觉得应该是以为可以放很久。来，这么大罐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柚子果酱，就是其实一开始是那个在超商，然后他给我们试喝，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喝，然后我就跟妈妈说，我想要买这个，因为那时候是在冬天，所以泡这个来喝就是喝了之后会很舒服。后来呢，就是因为到了夏天就比较没有再喝这个。然后就一直以为这个可以保存，因为它上面说可以保存2年，所以呢我们就一直放，然后放了很久，然后就过期了。来，你那小珍珠。我是一次买太多和想吃没吃完。这是从韩国带来的抹茶酱，是之前我妈妈的朋友她到韩国的时候就是送了我们1瓶抹茶酱，然后我们吃了就觉得很好吃，于是她下次去韩国的时候，我们又托她买了。然后结果就一次买了3、4瓶，可是因为我们吃不完这么多，所以呢就有一些是没开过就过期了。可是如果我们要避免下一罐这样的东西出现在你家的橱柜里面，它又是剩食又是被浪费掉的，你觉得从此刻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做出正确的判断？今天就是先思考自己吃的分量有多多，再去选择你要买东西的数量，才不会到时候多出一大堆过期的东西。那姐姐呢？是你说要买的，对不对？对。那这个责任你怎么负？也不知道。其实说真的，因为我很喜欢喝这个，然后就是很喜欢，再喝不到。来，摄影大哥看一下哈，很喜欢哦。没有。这一瓶你喝了多少？你自己说，这是多少？没有，因为泡的时候只需要用一点点，4分，不到4分。我觉得不是，因为是后来放在冰箱最角落，所以是冰箱的问题。对，不能这样讲，就是说我放到后来，我已经完全忘记这个东西。对，无视它的存在。以后你冰箱的那个外面啊，对，要贴那个便条纸。对，柚子酱什么时候过期？对，什么时候几号前要吃完？其实面对剩食，我问你们解决的方案，我们也想不出解决方案，但有人确实想到，他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共享冰箱，都在共享变相，用拜润做，看来看这个礼拜社会太天场。大家好，我是小记者阿丹。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巧克力。我们今天来到位于公馆的咖啡店，因为这间咖啡店有一个很特别的设施，那就是共享冰箱。什么是共享冰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COS Camp，Let's go！今日社会阿丹韩国巧克力来到公馆的夜間咖啡店，
一景點有一個獨特的共享冰箱，一個冰箱係提供大家一個素材，做得到自家冇食到多嘅食物放落去，你做得自以為人啊冰箱獨行平日提供嘅食物，安尼食物就唔會大鬆脫，你會減少老食物得到處理痛嘅機會。我今天帶的東西是我們家吃不完的，比如說有罐頭，還有鹹的餅乾。我今天帶來的東西是鄰居從花蓮買回來的餅乾，我們一樣也是吃不完，所以才會帶來這裡跟大家分享。把東西帶來這裡有幾點要注意的，比如說海鮮跟雞蛋類的東西都不能帶來喲。要把東西放進冰箱前，要在食物上面先貼上標籤，寫上你帶來的東西是什麼，帶來的日期和保存期限。好，現在我們就把冰箱打開。當食物放進冰箱以後，要先拍照存證。我們已經把它 po 在 FB， 這以下都是之前人家放進去的，像有花生、干貝醬、便當等等的東西。但是我們剛剛看冰箱的時候，發現裡面幾乎已經空了。但是因為大家都會有在這邊拿取，而且這邊也會有人定期在這邊清理。因為一個共享冰箱，所有嘅人都做得來分享韓國拿食物，也係一個動心嘅概念。也係研究來訪問下一個鄉市站嘅發起人，來講講下共享為咗一個計劃。請問在德國和其他國家，共識冰箱是不是很普遍？ Actually, this concept isn't so old yet, but it'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nd it's kind of started from Germany. So right now there are already quite a few fridges, I guess between around 200. 請問在做這個企劃的時候，你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Maybe in the beginning,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was to find a suitable place to put up the fridge. So it took a while to find a coffee shop who was willing to let us set up the fridge. Another challenge is, of course, to have people using it and people also to help keeping it clean. 台灣和德國對於剩食的處理現況有什麼不同？ I guess in Germany there's more food wasted, but in Germany more and more there's this concept of saving food and preventing food waste becomes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ere's more and more people who ar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is food wasted, and I feel in Taiwan maybe we are not there right now, but I feel more and more people also becoming aware. So it's just like they probably will get there where Germany is now. So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have projects like the public fridge or also the food sharing in Taiwan. 来，巧克力，你去采访，结果看了共享冰箱，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大家分享？我最有感的一句话就是那个哥哥有跟我讲说，其实啊，你要浪费食物之前，你要先想一件事情，这个食物啊，它背后啊有那么多的人帮你做出这个食物以后才送到你的手中，你不可以随便轻易的浪费它。像他举的一个例子是鸡蛋，鸡蛋他说鸡蛋要先有母鸡生出来蛋了，然后再运送到工厂去包装，包装完以后再运送到商店去，然后才被你买下来。这其中的过程，如果你浪费这一颗鸡蛋，就是浪费所有的过程，就是水电、瓦斯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不应该随便浪费食物。哇，光是一个鸡蛋背后就有这么多人的努力。那问题是我们能怎么样抢救剩食呢？抢救剩食有3在啊，山寨还是山寨？3在不是山寨，1在再分配、再加值和再利用。像我去的厨余转运站就是再利用，就是要把那些厨余给猪吃。那我去的共享冰箱就是再分配，因为如果你有吃不完的食物的话，你就可以再分配给其他人。那这山寨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是英国的一个计划，叫做“真的垃圾食物”。他说这个计划呢，就是要把超市、餐厅还有量贩业者等等的剩食做成餐点贩售，然后价钱是你想付多少就付多少，有一点类似水洗乐捐的感觉。除了这个，有没有我们本土的例子？就是
是我之前吃过那个春一枝的冰棒，它就是我一开始吃的时候就觉得说它只是就是用水果做成的冰棒，可是没想到它其实是用那些过熟的水果，就是别人可能觉得这太熟了不好吃，然后就丢掉的那些水果来做成冰棒，然后给我们吃。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冰棒吃起来的感觉？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剩食冰棒，有不好的感受吗？不会，就跟一般的水果冰棒一样，不会觉得那只是用剩食做出来的。请问3位，身为一个消费者，如果你们有选项，然后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它可能是剩食啊，有一些可能就是原本你在店里面看到这些，是不是剩食做的，会影响你对它的喜好跟购买度吗？不会，我反而会更想购买。为什么？想吃就看。有点尝鲜的感觉，然后也会想说，既然是剩食做成的，那我们可以尝鲜，也算一种方法嘛。而且我觉得不浪费食物，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别人的剩食被我吃进去，这也不浪费啊。那你刚才说你也是，你的理由呢？我觉得可以吃吃看，就是尽量可以的话就不要让它变厨余啦。好，谢谢3位的分享。看到2禮拜節目，小時嘅鋪也有問題去請教電視挑戰嘅觀眾。不過2禮拜這種時間，交俾你來自德國嘅鐵牌人 Mr. Simon。Do you think you and your family are aware of how much food you waste per year? 以上是你上半場嘅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歇困一下，廣告以後來看2禮拜嘅小愛看世界。翻轉到下半場嘅小愛看世界，先分享讓今日明年嘅新同學。大家好，我是小魚。請先看第一題。哇哦，好多狗，而且你们看，很瘦，好像是就是什么？那是肋骨吗？你们看狗身对啊，上，为什么那么瘦？你有听过皮包骨吗？可是为什么会那么瘦？皮包骨的狗，来，除了为什么那么瘦，我先告诉你们，它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南美。委内瑞拉。哦，有听过，有听过对不对？听过什么东西呢？来，跟今天的答案有没有关系呢？看清楚咯。这是一个动物收容中心。那为什么这些狗主人不养它们了呢？是不是因为经济的危机？委内瑞拉是不是经济状况不好，人民吃不饱，所以没有办法养狗？还是这些狗其实生病了，生了狂犬病？然后你有看到有没有人像是兽医？有，很像那医生的帽子和衣服。我先举好。哎，有人有答案了。我觉得是经济危机。现在是这个。让你犹豫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刚才第一时间没有举？之前都有说狂犬病的狗会咬人，会咬人，他们看起来不会把危它抱在身上。确定吗？确定，都不改。都不敢。恭喜3位。耶！委内瑞拉他们其实，在内政上有很多的这些冲突跟危机，然后人民走上街头，就是因为他们在超市里面已经买不到东西了。那买不到东西，连人都没得吃，更不用讲他们的宠物。不是只有家里养的宠物，我给你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比较看不出来，但其实它也是一只很瘦的狮子。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一样都没有东西可以吃，就是委内瑞拉现在的状况，就是这么可怕。来，恭喜3位。向我戴头套又迈进了一步哈。第二题，这是 Who are they？ 都画成熊，都是熊哦。哎，那也戴熊的面具。啊，只有这2个大人没有。有还是什么？有他手上拿 ，please，英文是哎呦，什么？放大给你看。昂什么东西看不到 pleas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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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可是那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动画吧？哦，我有看过，看过类似的东西。Paddington， 他们是派丁顿。Paddington， 来，请看题目。他们为什么要戴小熊面具呢？告诉你，他在这个国家。英国。哎呦，这个你们知道，你自己。英国在哪边？请告诉我。非常的好，哈，隔着英吉利海峡，在欧洲大陆之外，欧洲最西部的一个国家，英国。其实还有一个更西部，在英国北部这边有个国家叫爱尔兰。OK， 英国，题目是
是跟 fans 各位爱派丁顿熊的 fans 见面，还是难民声援会？看就知道是难民。我觉得不是粉丝群，因为他有写他们都 please， Please， Please，我觉得应该。请可是请什么我觉得是粉丝见面，因为他们是笑的。大家都确定吗？公布解答哦。恭喜2位同学。他其实大家是带着这个，它是一个活动，一个公益活动，带着派丁顿熊来声援难民。很多的难民其实他们从地中海周围的国家，或者从叙利亚到了欧洲，可是很多人想要到，比方说德国或英国这样的国家都到不了，所以英国他们就走上街头，像这位女生一样，她透过这个派丁顿熊，因为派丁顿熊曾经这个熊本身，它也是一个从秘鲁到了欧洲的一个熊的代表，所以他们借由这个熊自己的故事来告诉大家，我们欢迎难民 ，Welcome， 欢迎你们来英國聲援在地中海沿岸的這些難民。再來哦，最後一題。呀，黑馬該，誰知道這個標誌和平 peace， ？Peace。和平吧不是应该是绿色的吗？哎，而且为什么要用那很厉么大害哦。然後給你們一個提示，這是哪一個國家的國旗？希腊，希臘在哪邊？不是都知道这个国家吗？怎么会不知道它在哪里呢？它在意大利旁边。意大利在哪里？这里。好，意大利旁边。这里。这边，好不好？放好，放大给你们看。有没有什么线索？看到什么？很多人。很多人。救生衣。哦，这么厉害！我们看题目好不好？好。确实是救生衣。那他们用这个救生衣排这个符号是要呼吁什么？救生衣的话应该是 peace， 你们刚才讲，所以是和平，对不对？对啊救生衣怎么又改了？明明讲 peace 啊！因为刚刚还没看到题目啊。因为第一个它颜色是用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好像都是一些，因为他们这边是一个好像很荒凉的地方，确实，好像很，因为感觉就是很没有人想要请求别人来带他们下山或是到哪里去的。那我问一个最简单的反驳的问题哈，为什么不排 SOS 国际通用的救援的3个英文简称，要排一个你们说是和平的标志？应该是因为关于和平的某些事情，所以他们才被来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我觉得这可能是边界的山，就是可能某国跟某国之间边界的山。我觉得可能那个国家有一点问题吧，所以有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们看起来不算是。我们再放大一次哈。哦，他们需要和平，也需要救援。你们看这些人，虽然看不到表情，他们好像都背着东西，感觉。所以不太像是落难吗？不像，山我觉得不像对啊，那为什么会是救援？救援，因为他希望你要确定你的答案不改吗？还是不敢，感觉就是不是和平就对了。不是和平，不是和平，不是和平。我要公布解答，公布了哦。3、2、1。明明你就看到是 peace， 是和平，你看了。这里总共有1900多件救生衣，那为什么要用救生衣排出一个和平的標誌呢？你用下來解答。按多位救援職工用難民留下來嘅救生衫擺出嚟和平嘅符號。因戰戰爭是指到中東韓國非洲嘅一條難民，坐定危險嘅蘇聯船經過地中海去到希臘，平均當年都有超過1900嘅難民受難。不過去年至少有3730人跌到海底度死體。一路職工就希望會有和平，安尼就唔會再過發生安尼嘅事情呢。今日嘅時候看世界，可能按到相片，你現場嘅時候印象最深嘅就係哪張？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张，因为我觉得他印象很深，就是因为那些难民啊，他们每天都有那么多人要上岸来到另外一个国家，是因为他们国家发生战乱，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很辛苦，就因为他们都很努力的想要到另外一个国家来，可是也不知道中途会发生多少危险，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要尽力去帮助这些人。我觉得这可以跟今天剩食主题呼应，因为像我们就是食物多到已经吃不完或者不想吃了1/3都被浪费掉。
就是像他们有可能也是3餐不继，然后还要这么努力的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适合反思的东西。他们国家的战争，所以必须就是像从战争里冒着危险偷偷跑回其他国家，然后而且他们还是就是为了这个要回去其他国家的路程上都丧命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台湾很幸福，因为这里没有发生其他的战争啊那些，所以我们要感恩，要懂得感恩。OK， 今日老观众朋友向我分享，上半场因讲学的东西太多了，甚至有3个结果为本大上的。下半场因看呢3只国家，其中有2只国家，希腊老两群难民都没东西好学，还离开自家的家人。所以天时条件的你看到强家世界发生很多事情。下面你落巧克力强调为反思这条事情带来的影响。以上是2礼拜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精彩节目内容，下个礼拜六下午7点半，还能记得收听。社會事件部，希望大家輸了。OK， 好，那我们就待会请你再讲一次，好不好？好，不好意思。那全部都要抽奖吗？全部要抽奖。没有啦，只有他。哦，那怎么办？啊，你看我好，没关系。我刚刚就本来想讲。